对。好，等你了哟。Umaku imam. Imam. Hai, Umar. 嗨，大声一点。Mimaanku imam. 啊，你sabimaanku imam. Imam 是要干嘛的？抓人。哦，好，很好，抓人哈。Mileper 都当到。哎，mileper 就是抓。哎，mileper 都当到，对，抓人，他讲的啊。好，改印说抓人。那为什么要抓人？因为要判刑。你的罪行太重了。好，等一人哟。这个不要哈。来啦，搞吧。好吧。你就是搞吧。为什么要让人一样？搞吧，一个意思是很帅，很年轻，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就是青年。哦。搞吧。搞吧。如果是马嘎巴嗨是什么？马嘎巴嗨就是指一群的什么青年，对，就是年轻人的意思，这很重要哦。嘎巴，我们的嘎巴还有很多意思，嘎巴就是很好。马嘎巴嗨，有没有听过马嘎巴嗨？没有。哦，很好，不是我的错，又给你，又丢给我，很好。好，这个不是你们要考的哈。偷看我的答案啊！那我要看那个硫磺魔兵。好，我回头到那个我们平常考试的地方哈。等一下。Umaku magkapahay. Kapah. Hai, umaku kapah. 哎呦。Pauli. 好，那等一下，umaku Pauli. Pauli 字，没有笔字。Pauli 字。香蕉。嗨，哇，得分哦！哦，得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自己加1，在旁边自己加1分。好，你们得分的自己加1分哈。哎，没有得分的不能写哦。我很少听到的，我会过去。好。好，得分，再讲1次，谁知道？赶紧写啊！要有良心哦，哈！良心什么呢？哦。要很老实，就是说我知道，但是我来不及，我比改印还要慢讲。那你要很诚实说，我会讲啊，你要很有你就要很勇敢的说，体谅啊，就是树。打力。我们不打力。打力。今晚我们把它爱好几apa？蜜桃。哎，好，很会呢，哇！好，再来1次哦。The force，手续了。不要还给我。甘蔗。哎，哇！还是有差呢哦，被逼还是有差呢。好，再注意听，他录的不是很清楚。等你哦。哇，看不到你啦。爸，橘子。叶子。哎，妈妈那是安爱，知道哈？我知道啊。啊，你知道？我在看到。还是转一下比较安全。考试绝对没有让你看到的立刻的。啊，等一下哟。嗨，我妈姑姑嘛，把它夹板。地瓜啦。啊，很就快要到了，对，它是植物没有错，但是它是地瓜哦。我把它几个找。
红啊！你们在考那个一般那个试题的时候，你们都会点的很快，对不对？对呀。那有没有把它放在心里啊？没有。老公没有，你看，这个已经拼了很多，他不会，我等下给他修理。修了。好，刚刚你有讲过了哈，等于呢？妈咪，橘子。哦，很好。爸爸来举手。几针？啊，爸爸呢？好，自己加分。还要加。等一下要统，当然了，因为你知道啊，要认真的加分，你的每一分都对你有帮助哦。不是只有这一次有帮助，考试有帮助，是未来对你们有帮助。好，这个他讲。你们的脸色方面。打不烂。嗨。什么？你们的表情实在不应该这么的哇，打的不是毒鸡。不能用猜的哦，想一下，不能猜哦。我们不达穆拉。达穆拉。嗨，我们不达穆拉。